小姐，火福卯来的信，我不敢打开，是不是陆大哥他写的什么？前线形势不妙，火风堡恐怕不日将会沦陷。本安王不愿离开，打算死守。若真的失守，琉璃谷将会成为前线战场。那怎么办？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拿去当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。这能换了？不换。不收，能以物换物。谢谢店家。您好，请问这根簪子能换多少银两？姑娘，现在就要打仗了，哪还有银子换啊？都留着准备逃难了。多谢。不好意思，店家，这块玉佩是不久之前一位公子在您这儿换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他从我这儿换了一件空壶。这些够我换回来的吗？小姐，你这没换到银子，怎么还倒贴一包首饰啊？